大家好，我係 Icy 啊。其實近期咧市場嘅大額成交咧都有唔少啊。當中咧亦都包括咗位於港島區嘅渣甸山、皇帝，佢哋嘅頂層三複式戶單位咧係以4.2億港元成交，每尺尺價以61,100蚊一尺㗎。另外咧，仲有位於西半山嘅恒基兆業天譽，近月咧都有多宗過億嘅成交啊。其中較為矚目嘅咧就係佢哋嘅50樓全層特色戶單位啦，係以3.54億元成交，每尺尺價咧係去到75,300幾蚊一尺。另外咧，位於九龍區嘅九龍半山堤外，佢哋嘅全層頂層特色戶單位咧係以5.8億港元成交，每尺尺價去到68,600幾蚊一尺。再近啲啦，喺11月嘅6號，位於何文田新鴻基嘅天鑽咧，佢哋嘅頂層複式戶單位係以1.5億元成交，每尺尺價咧係去到54,000幾蚊一尺㗎。興盛創建咧，佢哋見到近期嘅豪宅市場成交咁熾熱嘅氣氛情況下，亦都加入咗呢一個戰團，推出咗位於佢哋嘅九龍塘嘅豪宅住宅物業。我今日咧就嚟到位於九龍塘衙前圍道57號 A， 帶大家去睇下每一戶都擁有自己私家升降機大堂嘅豪宅物業。其實早前啦，喺2017年由興盛創建啦，以及係 TPG 咧，佢哋合作收購㗎。當時咧係以2.4億港元咧收購咗一座舊嘅物業啦。後期咧係喺2024年咧係以5,400幾萬港元咧向政府補地價興建，直至咧係2025年嘅6月份正式落成㗎。呢一個項目咧係由一座嘅樓宇供應咗11戶嘅單位，當中包括咗有3伙咧就係複式戶單位，其餘8戶咧就係分層單位嚟㗎。而佢哋嘅實用面積咧係由1,390尺至到去3,060尺，戶型係涵蓋咗3房3套以及係5房5套單位㗎。有興趣嘅觀眾咧就記得留意影片啦。一陣間咧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佢哋嘅 Duplex D 單位啦，係一個咧複式戶單位嚟㗎。我哋依家咧就嚟到7樓嘅 Duplex B 單位啦。佢係一個咧實用面積3,022尺，再配備咗一個1,192尺天台嘅複式戶單位嚟㗎。佢嘅間隔咧係一個5房5套。我哋依家經過個私家升降機大堂咧，就入到嚟單位嘅室內啦。可以見到咧，呢個地方係非常之寬敞。呢一度嘅客廳啦，以及飯廳咧係過千尺㗎。見到呢一張圓形餐桌咧係可以容納到10位嘅。再望翻去前邊咧，就拼接咗個玻璃趟門嘅露台啦，面積咧係有54尺㗎。再望翻過嚟啦，我依家身處呢一個位置咧係客廳嚟嘅，可以擺到咧2張大型嘅梳化，宴客親朋都絕對冇問題啊！同埋咧，我身旁呢度咧就係一個 mini bar 嘅位置啦，左右兩邊咧都可以放置一啲嘅紅酒啦，同埋呢度咧仲有一個星盤㗎。我哋依家咧就即刻過去望一望個廚房啦。呢一個廚房咧係以長方形嘅開則嚟㗎。佢咧係配備咗有煮食爐啦、焗爐、蒸爐、洗衣機、乾衣機等等嘅家電。除此之外咧，仲拼接咗一個連埋廁所嘅儲物室。廚房呢一部分咧就睇到嚟呢度啦，會即刻咧帶大家去睇埋呢一層究竟仲有啲咩咧？
其實咧喺廚房一出嚟嘅旁邊咧，就會有翻一條樓梯啦，上翻去樓上嘅睡房樓層㗎。咁不過呢一層咧，仲有一間嘅套房。呢間嘅套房浴室咧係配置咗個淋浴間啦。右手邊咧就係一個梳妝台位置。咁其實遠望個景觀啦，喺左手邊係可以望到向啟德方向。咁其實呢一層咧，除咗客廳、飯廳以及一間套房之外咧，仲配備咗有一個洗手間嘅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即刻上去樓上睇埋另外嗰4間套房啦。我哋依家咧沿住樓梯咧上到嚟8樓嘅睡房樓層，除咗樓下有一間套房之外咧，其實上到嚟咧係會有4間套房㗎。咁呢一間套房咧一入嚟咧就會見到有一個浴室位置。名次嘅設計，而門後咧就有一組嘅衣櫃。睡床位置，我哋再過隔離睇下另外一間嘅套房。呢一間套房咧嘅浴室咧都係配備咗淋浴間啦。同埋走廊位置咧都非常之闊落。咁喺床嘅另一邊咧，仲裝置咗一個嘅入牆衣櫃，而呢度咧就有一張書台或者梳妝台。咁8樓咧，除咗有4間套房之外咧，仲有一個家庭廳㗎。再帶大家睇下呢一層第3間套房。呢一間套房咧，前方有張書台啦。咁其實喺個窗紗後邊咧，仲有一個嘅露台位置㗎。入到嚟咧，就係佢哋浴室部分。呢間房咧，同樣都配置咗有個入牆衣櫃啦，方便收納。再過嚟咧，就即刻帶大家去睇埋佢哋間主人套房啦。大門一入嚟呢一個位置啦，有一個裝飾牆。其實佢分開咗左右兩邊嘅。首先咧，左手邊咧就係一個收納櫃啦，可以收納唔同嘅珍藏品。再入去咧就係浴室部分啦。呢一個浴室咧係以淺色格調做設計㗎。有個雙星盤啦，有鏡櫃，
咁而呢邊咧就有馬桶。咁相信咧都有唔少人都夢寐以求有呢一個鵝蛋型嘅浴缸㗎啦。咁咧係可以用嚟浸浴啦，亦都有一個淋浴間嘅位置。除此之外咧，呢邊仲有一個嘅熱毛巾架。咁我哋依家出去即刻望埋佢哋衣帽間嗰部分啦。咁用咗鏤空嘅木條啦，間隔咗一個衣帽間出嚟。咁再過嚟咧就係睡床部分，左右兩邊咧都做咗一組嘅床頭櫃，三邊落床。而呢度咧就做咗一組嘅電視機櫃。咁主人房望出去嘅景觀。咁事不宜遲啦，依家即刻帶大家咧上去睇埋佢哋嘅天台部分啦。面積咧都有1192尺㗎。依家經過屋內嘅內置樓梯咧，就上到嚟自己私人天台部分啦。咁發展商咧配備咗有一個西式嘅燒烤爐啦，駁好晒水同埋電。咁呢邊咧仲放置咗一張8人嘅戶外餐桌啦。咁會見到前方嘅景觀咧，相當開揚㗎，面向返球場景。咁再望返過嚟咧，呢邊其實咧就做咗個戶外梳化嘅區域啦。以及咧上到嚟呢一個空間咧，其實我身後呢一度咧就係望翻向啟德嘅跑道區，景觀咧都係相當之開揚㗎。咁今次咧我介紹呢個單位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各位觀眾想了解更多嘅話，就歡迎聯絡我啦。鍾意我今次介紹嘅呢條影片就記得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。仲有唔好忘記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啊！咁我哋好快下條影片見㗎啦，拜拜。